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go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人點樣喺台灣申報所得稅呢？只要你喺台灣有工作、有收入，就算係學生，工資未達標，或者有參加比賽攞獎金等等，都需要申報。而所得稅申報呢，時間係每年嘅5月1至到5月31號。因為申報呢，並唔一定要俾稅，亦都可能會退稅俾你。而且有啲公司啊或者比賽啦，佢哋會預先呢幫你扣稅，所以你要申報先會知道呢可唔可以退稅同埋完成退稅嘅流程。首先，我哋要確認自己喺台灣係居住者定非居住者，屬於邊一種就係取決於你課年度內喺台灣嘅居留天數。滿183天就係居住者，稅率就會同台灣人一樣。未滿183天就係非居住者，會針對唔同類型嘅收入就會有唔同比例嘅稅要收。申報嘅時候需要準備讀卡器、自然人憑證或者健保卡、扣除額憑證，例如係租屋嘅錢、捐錢、保險費等等，亦都需要附上證明，例如係收據嘅正本、銀行存摺、收入明細等等。自然人憑證嘅申請方法就可以睇我另一啲教學嘅影片。健保卡記得要用讀卡器開通網絡嘅功能，只要喺健保卡網絡服務網完成註冊就可以用㗎啦。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選擇網絡申報，去到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嘅網頁。申報嘅軟件建議大家用線上版，佢會有4個選擇俾你去做身份嘅認證，而建議大家使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憑證，因為使用電子憑證就要去銀行申請。使用統一證號或者居留證嘅話，其實都係要先用讀卡器完成咗線上註冊，開通健保卡嘅網絡功能先至可以用。所以不如就直接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憑證會比較方便。基本上就係按照報稅嘅流程走，大概會有6個步驟。主要要留意嘅係步驟1，填寫基本資料。要確認自己嘅資料同埋居留嘅期間有冇錯，佢亦都會直接咁樣顯示到底你喺台灣有冇超過183天。如果你已經有喺台灣嘅配偶，咁你哋就可以討論係咪需要合併申報。步驟2，於課稅嘅年度喺台灣所有嘅收入都會列出嚟，包括薪資、銀行存款利息、股票所分配嘅股息、比賽獎金等等。如果有錯又或者冇列出嚟，你就可以手動去修改或者增加。步驟3，填寫扣除額。於課稅年度內喺台灣所有嘅扣除額都會列出嚟，包括你租金嘅錢啦、捐錢啦、保險費等等。如果有錯又或者冇列出嚟嘅扣除額，同樣都可以係手動去修改又或者增加，但係就需要附上證明。步驟5，稅額計算，會有2個計算方法，一個係合併，一個係分開，大家可以自由咁樣去選擇。步驟6，申報上傳，最後呢，會有繳稅或者退稅嘅部分。正常嘅情況呢，佢係會即時俾你睇到你要俾幾多稅，又或者退稅一共有幾多。如果需要繳稅嘅話，你就可以選擇去銀行、便利店或者櫃員機、銀行轉賬、信用卡都可以。退稅嘅話，可以選擇轉賬或者支票退稅。建議大家用轉賬會比較方便。佢下邊亦都可以直接俾你寫轉賬嘅資料，填寫之後大概會喺申報年度嘅7月底會退返稅俾你。如果所得稅唔記得申報被其他人發現嘅話，就會被罰錢。
但係如果你主動咁樣去繳交返所有嘅資料，就可以免受處罰㗎啦。但係綜合所得稅，如果如期咁申報，就唔可以再使用網絡申請，就只可以親身去到附近嘅國稅局去到辦理。記得所有嘅身份證明文件都要帶去啊！如果報稅嘅流程或者規定有咩問題嘅話，你都可以打電話去到呢一個專線去到查詢。呢一次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亦都歡迎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想知道其他更多嘅資訊，除咗記得 like 同訂閱，亦都歡迎喺影片下面留言，等我知道你哋想知道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